次好不好？哎，我现在已经手短了，你来不及了。我渴慕你。在这时刻，求生命运行。再次，等他读完就可以进去嘛。你们要知道什么？再一次哦。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彼此来祝说，神的恩典充满在你的身上啊，跟你的左右邻居彼此来祝福，祝福上帝的赐福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上帝与我们同在。那看不见的神，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彰显他的慈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所以他成为以马内利的主，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天天与我们同在，时时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以马内利，以马。宣告说：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要一起开口来感谢赞美主，无论是在顺境逆境，我们也为特别是洪雄兄的家属，神的拣选，神的蒙召，神也把他带回天家，这样的一个面对我们生命的终了，我们是不是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一起来感谢神，无论是在顺境逆境，我们都可以开口来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开口来祷告。感谢赞美你，生命在你，盼望在你，我们力量也在你。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靠自己的能力行为，而是靠神你的同在。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力量都在你，一切都是你所掌管，赏赐在你，收取也在你。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连我们的呼吸都是你所赏赐。当我们病痛之后，我们只能够靠短暂的人工的氧气，但是一旦我们生命结束，你就把那一口生命的气息回收，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能够做什么，只有倚靠神你的作为。我们的行走、躺卧、我们吃喝都在于你。愿你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天天都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带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祝福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要一起来为我们国家、城市来祝、来祷告。虽然我们内忧有外患，有这些的美猪美牛这样的议题，最近也开放，然后带来整个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国外我们看到疫情，或者是中国常常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要攻打我们都承受了一些的压力但是只有神能够救台湾，保护台湾，赐福台湾，好吧？我们为我们执政掌权的，为我们这地的百姓知道，唯有我们的天父上帝才能够护卫着我们个人的安全，我们整体的安全。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地的百姓，让我们执政掌权知道权柄、力量、保护、平安都在于你。愿你赐福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但经历你是那赐平安的主，也是在劳苦重担当中保守看顾我们，经历你的护卫，差遣你的使者在台湾来掌权，来护卫着，让我们百姓知道你是神，你是唯一的真神。主，你使台湾能够在国际上被看见，但是我们也看见，当人依靠自己的能力，还是要面对内忧、面对外患、面对自己的问题。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知道权柄来自于你，让我们百姓知道平安来自于你。只有你能够保护我们出入的平安，只有你能够保护我们台湾在国际上被看见，而且是平安的，是被护卫着的。愿你赐福我们执政掌权或是在野的能够同心合意，我们才能够看见神你的荣耀充满在这地，看见你的平安赐福在这地的百姓。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着我们个人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来祷告，特别透过他的话语一起来宣告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我们要为着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我们在婚姻、感情、产业都在于主。我们的事业工作，如果没有耶和华所赐福，我们没有办法蒙福。所以诗篇里面讲说，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我们的课业需要神的智慧充满，特别是孩子他们已经开学了或者是大学生即将开学。
我们恳求神是给他们有智慧、聪明，也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家庭、婚姻等等，我们恳求主来保守看顾我们，因着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可以彼此来祝福。如果你在这几方面有需要的，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同工为你来祷告，为你来服侍，为你来祝福。如果其他的我们可以坐着特别为我们自己我们特别为金菊姐她失去了她的先生在这样的一个哀伤的当中，求神自己来安慰她的家人我们恳求主赐下他的怜悯、慈爱跟他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的，你就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宣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你是公义、医治，你是指引生命道路。主，你是使我们出入门户，主，你是使我们手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的主，你是使我们在苦难当中依然有平安，苦难当中依然有依靠的神。主啊，你的属性是太丰富了，让我们知道只有敬畏你，我们才能够吃劳碌所得；只有敬畏你，我们才有智慧；只有敬畏你，我们才能够蒙福。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因为你应许是永恒的恩典，永恒的福气。谢谢耶稣，你应许说，让我们在劳苦重担当中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的身心灵得安息。主啊，谢谢你应许我们说，透过你，我们可以享受属天的恩典、荣耀跟慈爱。在基督耶稣里，天父上帝已经将所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敬畏他的人。主，谢谢你，因为你的应许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寻求的管道跟盼望。愿你赐福施恩，让我们透过彼此的代祷服侍，我们看见神你的荣耀降临，你的恩典供应，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祷告，主的话一起来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管道畅通，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蒙什么垂听。主啊，医治我；主啊，供应我；主啊，我心里不平安，给我平安；主啊，我心里难过忧伤，求你安慰我。当你这样呼求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管道如果是畅通的，神的恩典供应医治就释下来。我们也不能只是成为一个要的，而是成为一个给的。我们可以为别人来祝福，我们为了家人，为了身边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他可能在他的身心里有一些的这样困难，我们可以成为那个祝福的管道。当我们向神宣告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什么？神，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祷告一大篇，但是神没有垂听，没有用。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是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洗礼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恒盼望的。透过圣餐，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随时可以支取从天父上帝来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还有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的遮盖成为我们的力量为今天的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礼拜六我们为世谦牧师他要第一次来主持周六礼拜的圣礼典，都需要我们的祝福，需要我们祷告，我们才有能力来祝福，来透过这一些的管道让这些年轻人能够被建造起来，特别让他们的智慧充满，才能够领奖学金让他们的行为能够成为青年人的榜样，所以才能感动更多的年轻人来归向主。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祝福，透过这一些的基金因为你的参与，
因为你的奉献，使更多在年轻人被造就被祝福。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神，你是赐下所有美物的神。主啊，你是垂听人呼求祷告的神。主，我们恳求你垂听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仰望你，让你能够看我们的面，能够垂听我们呼求，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蒙应允。主，谢谢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永远长存。你希望将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凡敬畏你的人，你也赐下美好的管道，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借着主你圣经的话语真理，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成为一个有盼望的子民。愿你施恩赐福，让我们的祷告蒙你垂听，让我们祷告上达天听，让我们祷告是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愿你深赐福，我们要透过主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阿们吗？阿们。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泉源，是赐平安的神，阿们吗？阿们。好，我现在要请你把你的手借给我，好吗？我们有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唱到这个诗歌的时候，请大家跟我一起哦。有主，来跟我一起来。有主在我里面，我没有惧怕，我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我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这句哦，哈，再一次哦，每一个人唱到这边的时候，都要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的那个信心的宣告更强大。再一次来，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弟兄姐妹，预备好了没有？把你的手借给我们，我们要来拍手，赞美我们的神，蛮有能力的神，阿们吗？请你能够跳舞起来就跳，把你的手整个都举起来，好不好？我们的神是做信实的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
再一次来。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得胜有余。再来一次好不好？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得胜有余。最后一次，最后一首。充满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被你敞开，好，让我们来支取圣灵的美善，阿们吗？
当中运行。我们邀请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圣殿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运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地方要来遇见耶稣。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已经向圣灵敞开了，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在这时刻，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圣灵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我们一起来呼求圣灵好吗？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再一次哦，从头来。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在这个时刻，求圣灵，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哈利路亚，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一起来大声来呼求圣灵。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哈利路亚！主圣灵，主圣灵，充满我们，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准备好了没有？再一次的呼求圣灵。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需要主你所应许的圣灵，因为你的圣灵可以提醒我们想起耶稣基督你永生的话。你的话语带有生命，你的话语带有盼望，你的话语带有督责，你的话语带有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神你所喜爱，神你所不喜爱的。主圣灵，我们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安慰我们在失落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以圣灵的同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就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讲祷告，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主，在我们很顺遂的时候，主圣灵，你保守我们不偏左不偏右，是行走在神你恩典之油第一的道路上面。主圣灵，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只有透过我们赞美敬拜，神你的宝座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你是以马内利的主，
不管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不会孤单。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比外面的还大，所以我们就不必惧怕。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就在现在，我们的敬拜成为你的宝座，求你在这里来掌权，来带领我们认识你，带领我们支取你属天的能力、属天的福气。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翻开在周报的消息。今天我们会举行今年度的第5次的圣礼典。我们成人洗礼有陈丽娟，还有林玉明这姐妹跟弟兄。坚信礼有詹子安，还有2位信仰告白，就是朱静丽，还有江明珠这对夫妇。还有我们有小儿的洗礼林一新是新人淑娟他们的宝贝千金愿主来赐福坚固他们的信心。也真的祝福我们所有在渴慕真理的，趁着上帝还可以寻求的时候，你把握住、抓住这样永恒的应许。昨天在开小会问道理的时候，就接到我们的姐妹牧师，我忘了报名，现在还可以吗？我说11月吧。重视神的救恩，随时把握。我也鼓励他，真是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神是与我们同在，神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恩赐给我们。我们进入到教会，我们遵守保持这个距离也戴上我们的口罩来配合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我们在要欢庆55周年，我们不只是一个礼拜，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可以分享福音、分享上帝的救恩的一个管道。可能再来。教会可能在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大型的这样的餐会会比较减少，可能会利用牧区，因为疫情的进入这个后疫情时代所以我们把握住这一次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回忆过去神怎么样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面对未来，神也鼓动我们的生命，鼓动我们人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不要只是主给我，而是可以主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能够祝福谁。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小组来报名一个人是200块。我们在明天开始我们的松联大学松联大学的第2学期会开学。我们也增加手机教学的课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也可以透过手机，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万民都在什么？手机里。万民都在手机里。我们看年轻人一天到晚就拿着手机。我鼓励他们说，不要只是成为一个消费者，而是成为你玩手机玩到可以赚钱，玩手机玩到可以怎样？传福音，玩手机可以玩到有创意，而不只有玩到最后眼睛坏掉颈椎歪掉腰椎跑掉不是这样我们希望我那一次培训营鼓励这些年轻人要有智慧有创意。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增加这样的一个课程，年长者也可以有这样创意的也可以使用，神给我们有不一样的智慧好，我们可以来，如果你没有参加过，你可以试听看看各科那可以一起来享受神在透过教会的这些课程，让你更丰富你的人生。我们在肢体的消息，第2组的戴宏雄弟兄在
9月3号礼拜四，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80岁。我们在这个礼拜四晚上8点，在教会的7楼举行家庭安慰礼拜。因为你的参与，带来给我们金吉姐还有她的家人的一个安慰金吉姐还有她的儿孙可以站立起来吗？站立起来。我们特别在祷告当中来纪念失去亲人这样的哀伤请坐，请坐。就是在肢体里面彼此知道彼此的需要彼此的这样的一个苦难，然后我们怎么样与这些哀哭人同哀哭特别是在祷告当中，你的参与你的祝福成为他们最大的安慰。9月12号就是这个礼拜六早上10点会在桃园殡仪馆的至真堂举行入殓礼拜，11点火化。那下午2点会回到我们教会来做告别礼拜。10月8号会在芦竹生命园区举行树葬礼拜愿主来安慰这些的遗嘱继续透过你的祷告，让上帝的安慰扶持与这些的家属同在。好，我们9月的寿星9月的寿星不知道有没有请你站立起来，我们要唱生日快乐歌来祝福你身心灵都被祝福加成好还有我们弟兄很多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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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来祝福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生命从你而来，你也是给我们蒙福的管道。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我们彼此的祝福，成全你的子民，让他们所拥有的恩赐更多更多，但是也要分享出来。不管他们年纪是什么样的年纪，在他们的家族，在职场上，在他们的所行所事所知，都要成为神你所使用的器皿，祝福这个世代，祝福他所接触的人，祝福他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祝福他们成为神眼中的同人，神所喜爱的，神所赐福的。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一起来念2遍，一起来。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使徒行传20章12节再一次。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使徒行传20章12节。预备心来奉献，透过奉献，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蒙福的管道，不只是给而已，是回应上帝的恩典。不明白奉献意义的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神给你的恩典。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归给至圣全能神引导，赐下
贫穷者已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爱拉巴父神，感谢你，在这疫情当中，仍然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经历主你所赐的平安，来到你的圣殿，用我们的诚实和心灵向你敬拜，感谢赞美你。今天是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受洗坚信你的圣礼点，主啊，回想我们受洗归入你名下的那一天，是因着你奇妙恩典与主耶稣基督的大爱，我们才能得称为你的儿女，在你的殿前敬拜。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有信心、有勇气回应你的大爱，让我们将福音广传。感谢赞美你，如今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才能为主你所用，愿你悦纳。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坐下前彼此祝说：上帝的话语给你有盼望，上帝的话语给你有盼望，上帝的话语给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是永恒的盼望。我们要翻开圣经，在使徒行传的20章。圣经使徒行传的20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12节。我们很快的翻开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20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12节。弟兄姐妹，如果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第1节，一起来。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都，还有特比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1日，我们聚会握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
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透过这段经文，神要告诉我们，透过神迹怎么样经历。但是我们只有靠神迹吗？或者是说，我们活着就是一个神迹？平常我们都要求，好像有奇妙的死而复活，或是这样的一个重病当中得医治，但是我们就忽略了神造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奇妙。那我们如何从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帮助我们？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短暂的，我们也可以拥有永恒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叫我们的心眼被开启，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们可能只看见我们眼前的恩典福气，我们却忽略了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可能是看到短暂的这些的神迹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你造我们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好好的被神你来使用，让我们生命能够活出更大的神迹，就是让叫人看见你慈爱，看见你的救恩，能够接受你永恒的生命。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知道新型冠状病毒改变了你我的生活形态，我们要戴口罩，我们可能不敢去群聚太多的人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过去你常常外食，但是现在可能你就多一点时间自己来煮。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出国，本来我这个月要去美国，还坐邮轮，还记得吗？但是没有办法本来的计划赶不上什么变化。可能我们想做什么，但是整个世界大的变动，我们看到这些拥有很强的武力的国家，但是抵挡不了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看到我们一直在研发，希望有这个疫苗出来，但是现在还在实验的阶段，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疫苗来帮助人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可能回不去了，就像艾滋病一样，会一直在人的身上，可能这个样的病毒可能会一直在人的身上来存在。所以你想想看，想到这边很多人就慌了，你知道吗？哎呀，我以后怎么办？我怎么样去面对我这样美好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病毒改变了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改变人的生活形态，影响到每一个人。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他心里比较害怕一点，他选择在家里看直播。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我就是来嘛然后反正现在台湾比较怎样安全一点，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地方是很安全的。可能病毒没有侵袭你，一走出去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我们不晓得下一步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只能够做的就是说，主啊，保护我，因为你的话说，保护我出，保护我入，能够怎样平安。所以你可能就是透过祷告来寻求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能。虽然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做还是努力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做。所以当口罩缺乏的时候，你排队买不到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35岁，他叫吴展伟，他就这个工程师他就设计了一个程式，告诉我们说在哪里的超商这个口罩可以买得到。所以被国外誉为什么？这样的是一个奇迹啦，就是说我们这口罩奇迹还有另外我们看到我们在想说，奇迹跟神迹有什么样的差别啦？
我们看到国家的口罩队过去在短短的几天，它制造了许多这些生产线，对不对？制造这生产线，然后再靠人的努力把这些国家队集结起来，但是又怎样？最近我们就听到这个国家队成员之一有一个某某，我本来以为是加利利我还好就是加利哇，我说这个如果是基督徒就不得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仔细看加利这个科技因为这样的一个私心欲望，所以怎样？他就把中国制的把它掺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现在拿到 Made in Taiwan， 我们会觉得怎样？很骄傲，对不对？我们会赞赏这些的国家队，但是我们看到人还是有限，人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欲望。虽然他们在这一次的疫情创造了什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奇迹？什么叫奇迹？我想到一首歌爱拼才赢，你看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然后爱拼才会赢，对不对？他在强调什么？他强调可能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可能一点点幸运，但是其他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来怎样掌控我的人生。但是最后还是会有一些的破口，一些的失败一些的软弱，跟神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我都不能做的时候了，你我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连祷告都没有办法，就好像罗马书说，当我们不能够祷告的时候，软弱无力的时候，连开口都没有办法，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当摩西带领了这200万的以色列百姓来到那个红海，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怎么办？前没有出路，后有追兵了，怎么办？他只能够靠神了。所以当他靠神的时候，神就为他开一条出路了。我们去红海的时候是很高兴在那边拍照打卡，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当年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在这个面对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只能够寻求，没有办法靠自己。你拿着一根棍子指指看，我们都拿着棍子，然后比一下，或者是用手这样象征比一下拍照，好像觉得我们很高兴在那边对不对？但实际上，当我们自己面临困境的时候，你能够这样笑得出来，然后这样高兴的拍照吗？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一群的百姓或者是这个领袖，他面对的困境了，他的心里有多大的压力。牧师要带领我们一个教会走前面的方向，如果只靠我自己，我的想法真的是不够，无法。所以呢，只有靠我们的团队想法嘛，也不够。我只寻求神你给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有意向。我们有很多想法，但如果没有上帝的成全，没有办法。最近我们在为了隔壁我们买下来的要怎样做，要怎样装潢，我说寻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计划在整个过程当中，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想法。如果靠我们自己的想法，可能一定会有限，一定会局限，一定会设限。但求神帮助我们看到神要在这个教会怎么样兴起这些儿童、这些年轻人，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透过小组，透过我们的社区事工，透过教会，什么是教会？就是你我，让神的让恩典福气成为一个管道，来祝福在我们所接触的人群。
昨天我接触有一个插花的姐妹哈，她是慕道的哦，姐妹然后来上，那我就有跟她有机会聊。你也是高雄人，我也是高雄人哦，多亲切呢，你知道吗？哦，又住在国泰富都了，所以我说我们国泰富都有至少5户以上哦，宋会长是不是？有5户以上哦，我相信也有隐藏的，有隐藏的基督徒在里面哦。然后我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一个分享。然后透过我们的插花班，透过这些社区的施工，如何让人能够更认识到这个教会所要做的，谁是教会？跟你的旁边说，你就是教会了。弟兄姐妹记得，迦南教会不是只有指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你出去，你代表教会。你在你的职场，你就是迦南教会，你就是神要使用的。昨天问道里，我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职安所以你到东海去读，你就是代表迦南教会。今天要坚信你我们维谦医生的执事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到你一个职场，你一个社区，你是代表教会，代表神。所以一旦我们誓约了，你知道你的身份改变了，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你有这样一个权柄。为什么牧师要多花这些时间？可是当你拥有这样权柄，你知道你所祷告的跟神迹是有关系的。当你不能的时候，你靠着你的祷告，你的经历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迹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吗？我想说，牧师那个是发生在保罗那个时代为什么他不能够在现代使人复活？但是我告诉你，那是短暂的，但是这个有推过还是会死。但最重要是透过保罗的宣讲，透过那神迹的施行发生，让我们看到使人复活、行神迹的那位主，是要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神迹背后的那一位应许的、那一位掌权的、那位生命的主所以神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保罗那时代只有吗？或者是现代？现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跟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所以今天透过你我的祷告，让神的作为就透过你的祷告，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同在跟荣耀。这个就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要辨认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神迹。然后我们认识到行神迹的那位神，是使无变有，是使人复活，是使那不可能的是成为可能的。这样我们相信这位神才有用。我们相信这位神在这样农历7月是让你知道说，虽然我惧怕，但是我靠主。刚才那首歌，我有主在我里面，我就怎么样？不惧怕，对不对？然后我就能够靠主得胜。我学得很像吧？你要知己属天的能力，你的心里有神的同在。外界的这些更大的权势就不能够搅扰你，你就不会惧怕，因为你靠主怎样得胜仇敌。所以当你拥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迹就在你的周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信的人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上帝的话不是随便讲讲，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今天有一个要受洗的姐妹，她是怎么进到教会来？过去他在他的精神上，在他的生命上，他没有办法睡。我希望在整个参会当中有机会邀请他跟大家分享，他如何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神的作为。所以奇迹神迹，刚才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人的努力，我们看到保罗，他过去他是不断的行走，不断的传讲，不断的劝勉，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过去他依靠他自己，
他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今天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布道，一直在跑行程。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忙这些事工，忙这些事工，这些忙完了换这些，我们牧者也都很忙的，对。接到电话，礼拜四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接到电话，还好我跟金菊姐说，洪雄兄很体贴牧师。早晨他安息主怀，说不是半夜，但是在半夜的时候，神也这样有需要，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六郎兄在这个礼拜四礼拜四要树葬对，这个礼拜四我们看到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也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不论碰到什么，我们都感恩。保罗过去他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血誓，他走遍，然后去布道，然后一关胜过一关。他刚经过了这以弗所的这样的一个大乱之后，他还是我就继续走，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乱地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利尼。其实过去保罗，我们看到他真的常常用自己的方法，包括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用自己的想法方法，然后再传他所谓的福音，然后去破坏这一些的基督徒。但是当他在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被主耶稣的光照之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过去是靠自己不断的，我们看到后面他的布道旅行也是不断，但是在这个当中还是会碰到一些的困境。然后他还是执着的，我就是要把它完成我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完成我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但是我们看到人还是有限的。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本来想做什么，但是有人就拦着他，你不要。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要靠自己的方法去平定那个迪米丢所带来的那个动乱，对不对？但是神有神的作为，神就使用了上个礼拜所讲哪一个人？那个书记，对不对？可能神使用他，可能他背后有一些的目的，但是神却使用这些人来让这个动乱能够平定了。你想想看，如果保罗冲出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敢想，可能他当场会被打死，因为事情是他引起的。然后其他跟随他的人，跟他在一起的人是受了池鱼之殃，被抓到那边，所以大家要攻击他。后来上帝怎样出手了？如果今天保罗他靠着自己，然后他有自己的想法，在16章里面我们已经读过了，对，他本来想要去亚细亚，但是圣灵就禁止他，耶稣的灵就禁止他，然后他就不往那个地方去。后来圣灵就带领他，然后到特罗亚。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在特罗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特罗亚是进到欧洲一个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他在那边领受圣灵的感动，然后进到这样的一个特罗亚去，然后坐船到欧洲。所以我们看到，本来他有自己意思要怎么样做，然后圣灵耶稣的灵就说不可以。如果他执意靠着自己的方法去传讲、去服侍，可能他会碰到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看他也很努力虽然被石头打到半死，但是他还是不停的用上帝的话语在劝勉、在鼓励这些的门徒不要灰心，
就好像牧师，我们用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啊，碰到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有上帝的盼望。这时我看到洪雄兄最后一面的时候，哇，真的睡得好美好沉。但是用我们再多的话都没有办法去安慰这些家属，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选择安静，我放个诗歌，就陪伴在这些的家人的旁边，为他们祷告。甚至有时候我感受到，我真的不能够做什么，我没有办法为他祷告，然后使他从死人复活，像保罗这样。但我知道，我透过神的话告诉我们，虽然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结束，但是最重要是他有没有这样的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的受洗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盼望。牧师只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真理，用这个上帝的话语来劝勉，但是听不听都是在我们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强迫你，就好像有一些某些教派到他家里，然后就怎样？好，我们到浴室好吗？做什么？就为他强罪啊受洗。有人因为这样就反感，说你们基督教、你们基督徒都是这样，所以打坏了基督教或是教会的名声了。我需要让弟兄姐妹说，你自己明白真理，所以鼓励去上基要真理，明白这个信仰真理，你自己在接受。我在面谈的时候，今天有一位弟兄，他很快，但是我很担心，就是说你对信仰熟不熟？还有他有去上基要真理，但是又怎样？如果信仰的根基没有很扎根的话，可能遇到一些的困境、困难的时候就离开了。我看了很多。所以弟兄姐妹，看保罗也是这样马不停蹄的，然后这边讲那边讲布道会。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就是他从早然后一直讲到，因为他要离开的时候，把握住这样的机会讲到半夜，哇，真的精神可嘉。那又怎么样？如果今天这个少年人啊，我们看到如果在我们布道会的时候，他坐在3楼然后掉下来。我不知道我怎么去面对。我知道有一次我讲到，不知道是不是我讲到说，有个弟兄突然砰一下，还好没有跌下来，只是撞到那个横杆。他自己在小组也分享，撞了一个包，还好不是像这个油推骨一样是掉下来，这样我麻烦就大了，对不对？所以听讲道跟你旁边说不要打瞌睡，特别是坐在3楼的，好吗？所以我很担心，你知道吗？那一次真的我也吓到了有什么事吗？就会赶快弟兄姐妹去扶持他。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劝勉，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警醒，然后让他们在真理上面被建造、被建立。其实牧师的心态也是这样这样透过牧师的讲道，盼望我们听得明白。然后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来，这是最重要，不是只听回去，然后下个礼拜还是回来，就依然这样。我们生命是不是有？帮我按一下，生命是不是有一些的改变 ？OK， 我怎么一直跑？你帮我回到。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不停的行走，这边讲那边讲，到前面。在前面一点。然后我们看到他不断的分享，不断的劝勉，就好像我们不断的在讲道，在布道这样希望就是让人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话，能够使人能够得自由，可以吗？在前面第三。好，所以他有一个决心就是说，好，我定义要去到另外一个他心里所想的，我不要再回到以弗所了啦，因为那边对我太不好了
我在那边让上帝的话语能够深植在他们心里面，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的有关于他们宗教的书籍啦，他们有关的相关的物品拿出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5万块嘞，5万块相当于137年这些工人的工资啊。你看那么大，所以影响到别人的生意嘛，党人的财路，所以引起这样的动乱。那个制造银刊的就联合他们的同业来怎样抵挡，然后甚至要害保罗。所以他心里想，我不要回去了，我要到哪里？所以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心里拿定主意了，你没有害我，我就不回去了。但神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作为哦，不是你想要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今天牧师来到迦南教，也不是说我想要来就来，而是上帝怎么样自己去带领啊，所以很奇妙的哦。所以我们看保罗他自己想法，他自己去传，他自己定义要怎样，其实都是有他自己的想做什么，所以他不停的分享。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如果今天这个童子死了，今天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边，我们今天刚好在剥饼，可能马上是不是会暂停，还是那你们处理吧，我继续举行我的圣餐剥饼。我不敢想象我是不是会像保罗一样，我真的不敢想象。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还是不知道是他有信心还是他怎样，他继续做，然后继续剥饼，从早到晚，他不管是透过剥饼，就好像我们想的圣餐一样，其实这个在他们的当中是很普遍的，在好像是一个生活的分享这样哦。但是最重要，我们今天的意义就是说，透过主的饼跟杯来帮助我们明白说，我们需要主的救赎，我们需要主的遮盖，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之外，他的身体为我们舍，激励我们，让他的灵魂体，他的主权就进入到我们的灵魂体里面。所以保罗他不断的分享，不断分享。那最大我们看到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多这些神迹奇事哦。弟兄姐妹，我们在想说，是神迹还是奇迹？有时候可能透过他的能力，这个是奇迹。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在他生命所展现出来，大部分都是神的同在，神的奇妙的作为在他的身上嘛。有人拿着他的围裙也能够医治，是他吗？弟兄姐妹，不是，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听到某某牧师，哇，他很神，怎样祷告的，不要相信他，是相信他所展现神迹那位神。所以今天有人就会追啊，哇，这个有权人，那个有权人，但是忽略了神给我们有这个祷告权柄。我们都看见外面，没有看见神在我们里面。你信主的时候，所以信主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一直在反省说，牧师啊，你帮我祷告嘛。我今天为你祷告又怎样？如果你里面没有信心，如果你不会学着祷告，牧师不在你的旁边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姐妹，打电话啊。那如果我的电话又没有开怎么办？昨天我在忙，然后手机放在楼上，大家在找我，牧师有人找你这样啊，怎么办？你可不可以自己跟神有连结？你可不可以祷告？简单的祷告，把你的心事告诉神。所以常常教弟兄姐妹祷告，心书向人在，讲给天父上帝知道。靠耶稣基督的名，最后什么？阿门。阿门是什么？诚心所愿。靠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要让神迹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弟兄姐妹，我们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支取属天的能力。透过祷告，让我们支取神看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连天气神都可以扭转。连我们小小的芝麻细节的事情，神都会扭转。
所以最终我们要学习会祷告。如果牧师越会祷告，弟兄姐妹越不会祷告。那牧师你为我祷告，但是我要弟兄姐妹更会祷告，是你自己怎么跟神之间建立这种管道，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你就会开始很顺的，就好像一个孩子在学讲话，刚开始可能讲爸爸、讲妈妈、讲阿公阿嬷，那后来他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对不对？哦，你就会带着阿公阿嬷，然后我们出去散步走走。其实他是想去 7。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同工在分享，很聪明，小孩子现在很聪明的，哦，他就带阿公我们出去散步走走，就带他去到 7了，这个很好，你会不会跟神之间这样？主我们出去走走，这个很好，可以给我吗？可以买给我吗？弟兄姐妹，虽然好像是平常，但是神迹奇事或是这样的供应，就是因为你跟神之间有这样的连接。所以好好的学习祷告，你有学习到祷告的秘诀，你就知道你不会那么辛苦。很多事情牧师没有办法，就祷告，神就给我一篇的讲道，神就给我一个预备，我就祷告主啊，你知道我现在很需要，我时间紧迫，我需要一个停车位。很奇妙，神就在那个当下给。神知道需要，但是神也提醒我们，你可以早点出门啊。这一次我给你，但是提醒你，好吗？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过程也提醒我们，这个少年人为什么会坐在这个窗台上？是神允许的吗？还是讲这个囡仔的作孽？你椅子不好好的坐，可能是没有地方了，那他就坐在那边，不好好的听，可能他从早到晚他追，他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到晚上，前2天我们去上课，哇，也是很累的。我看到旁边的这些牧者们，我说，他们在祷告呼求，会累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疲累的时候，有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来供应我们，使我们苏醒起来？上帝透过保罗施行这样的神迹，就让我们看见说，上帝的话语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盼望当中可以活起来，使人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光照我们。有时候我们只看到这样的一个困难，这样的一个破口，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透过这个破口，让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今天你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会来教会，同意吗？有人是神感动不一定要困难才来到教会。但是有一些人是，当他走投无路，他碰到一些困难，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来到教会。我们今天受洗这位姐妹就是这样，人把她带到教会来，然后遇见上帝，然后真的这位上帝可以帮助他们，在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软弱或者是这样的困境的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同工、我们牧者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变得好睡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以前到处去求神拜佛，但现在遇到了这位神，就在他的生命破口当中，神的光照进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转变我们生命？第一个就是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犹推古其实它的名字的意义是幸福的人，幸福人，可能他的家庭、他的信仰很棒很好。但年轻人总是年轻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叫他们不要这样，他们偏要这样，对不对？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当他们被训练好好的训练的时候，神使用这些年轻人，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经过这一次的困境，他会更警醒，对不对？他绝对以后不会去再坐到那个窗台，不是吗？有时候上帝就会透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透过一次的警戒，一次的这样教训，好叫我们苏醒过来。我好好的服侍主，我好好的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呢，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透过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宣告，神的话语进入到这个少年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再次的苏醒起来，神的怜悯了。不然可能那次布道会完之后是一个葬礼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帮助，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说，我们是一个有寻求倚靠，然后有力量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最近我们在读列王记列王记下，你有没有读到西西家？西西家他接受在19章列王记下19章，他接到3章的我把它说3封信。第一封信是什么？第一封信是亚述王西拿基立的恐吓信。他恐吓说：“你再怎么做都没有用，你看一看其他的邻国怎么样受到我的侵略，你的神没有用了。所以恐吓你，将来你就是要被我消灭。所以当你碰到这样的困境，别人恐吓你怎么办？这是我把它说第一封信，就是接到的恐吓信第二封信是什么？他的求救信就是他的祷告。你知道他对神来敞开他自己来哭诉，说亚述王这样恐吓我，还骂你呢，上帝啊，你会不会寻求你的帮助，你的靠山，把上帝搬出来？如果你跟他关系够好的话，西西家我们看到他就向神来怎样寻求。你看他恐吓我说要消灭我们，然后他骂你。第二封是什么？求救信。然后第3封是什么？第3封是上帝给他的怎么样拯救信。上帝透过以赛亚告诉他，你的生命不久了啦。但是他向上帝求完之后，你看连天上的这些的这些的日影都能够在上帝的掌控，然后后退10度，这日晷后退。我们看到这3封信都是透过什么其中后面2封是祷告，祷告神应许了他，然后透过先知告诉他说，将来有奇妙的神迹奇事会发生。但是很可惜，西西家他得到上帝这样的一个多几年的生命，15年的生命，但是他没有好的作为，没有跟上帝有更深刻、更亲密的这样的关系，没有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很可惜啊。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好，如果你带着谨慎的态度生活，朋友会说你很有智慧，但是可能你没有改变这个环境。唯有什么？唯有让神的话透过你，然后让他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我们看到要承受上帝给的生命。犹推古我们看到他失去了他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神透过保罗这样祷告、这样服侍，让他再次站立起来。刚才我已经说了，可能他短暂了几十年的生命之后，他还会死掉。但今天神要透过这样的试炼，告诉我们说，生命是他给的，永恒也是他能够给的，永生是他能够给的。所以保罗这样做的时候，然后再去做这样的服侍，直到天亮。如果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做，我可能就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这样暂停，然后继续陪伴，继续来为他祷告。但是我不晓得神透过这样的安排，但是背后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当童子被活领到众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们被安慰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因为神给的生命
是让我们值得安慰的。神透过他的话语帮助我们，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经历了。今天神也要透过他的话语帮助你自己去经历哦，这位神是供应给你的神。所以这边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将这样起初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道存在我们心里面，然后主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今天可能我们活了数十年之后，我们还是会离开这世上，但是什么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所以今天的受洗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承受神生命哦。那神迹我们看到不是违反这个自然，而是怎样违反人所知道的自然而已。神迹是超自然啊，不是违反自然啊，是超越我们所认知的，所以我们都是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最后我们看到我们要享受上帝的呼召，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怎样？我们要回应啊，我们要回应完之后，让这样的一个呼召就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保罗当他被神抓住了之后，他就开始改变，让神的主权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最后他说：“我活着就是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现在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之后他的价值观、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被改变了。所以他碰到任何环境，他能够怎么样？处丰富，他也能够处卑贱。今天神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你是一个苦的起，你是苦得起的。你不会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就放弃了，而是遇到困境的时候，你知道更紧紧的抓住神。所以保罗他在灵里面有这样的安息，但是他有时候也是为着这些灵魂在着急啊，他也会有对这样的环境有不安的时候。但唯有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这样一个安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影片，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有吗？大家好，我是干净。这些小朋友他们，然后呢，我们来看他们小的年纪哦。然后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教会教了我们很多的事情，像是做总务、敬拜团，还有很多的媒体事工等等的。所以就是很感谢主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才华，让我们能够服侍神。不会因为我们只是小朋友而已，我们就没有办法服侍神。而我们也可以自己就是办一堂主日，还有做护照会，我们就可以自己做总务啊、招待等等的。所以就是我们虽然只是小朋友，但是我们不会被我们的年龄给限制，而是我们更是我们有才华，我们就更是能够把握机会，能够来服侍主。OK， 好，谢谢一下。好，下一位是可可，8岁的可可。大家好，我是蔡可杰。然后呢，我今年是8岁。然后呢，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在新国跟冒险里面，我们会操练了很多的事工，像是跳舞啊、唱歌啊，或是敬拜赞美跟总务或是打鼓等等的。然后呢，在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就是说我们不分年龄，而且不分因为谁比较厉害还是谁比较不厉害。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对不对？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敬拜赞美神，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对，很好，我们家里，他们说的好像都比我们好。OK， 很好，下一位。大家好，我是吴安伟，今年9岁，然后就是在教会周间，老师都会带我们出去探访，然后我们会去关心那些新朋友，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我觉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待在教会里面跟我们认识的人在一起，而是我们可以出去关心那些新朋友，然后帮助他们。对，很好，给我们鼓励一下。你好，我是点点。大家好，我是点点，我今年13岁。教会教会我怎么样去照顾0到2岁的小朋友，就是让我。点点姐姐是0到2岁的主责同工哦。同工哦。对。就是让我非常耐心的去帮助这些小朋友怎么样去，就是管理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你会泡奶吗？你会换尿布吗？你会帮助他们，对不对？非常好，给他鼓励一下。最后雨欣。大家好，我是雨欣，我今年12岁，然后我从小到大在教会帮助我可以训练我的信心，因为在有时候服侍的时候，我可能会害怕，觉得我自己不可能，但是老师在每次服侍之前的时候，都带我一起祷告，帮助我，让我可以更有信心。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上帝也提醒我，让我可以知道我们每场服侍都不在荣耀自己，都是在荣耀神。阿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所以他只是我们的小小的代表啊，我们给他们热烈掌声。然后在那里还有好多小朋友。好，我要给我们看。大家好，我是甘静，然后呢？OK， 这段影片我们看有8岁的，有9岁的，有10几岁的，他们在讲到一件事情，说透过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上帝的话也帮助他们。因为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点？孩子可以探访，孩子可以建立教会，可以带敬拜。跟你的旁边说你也可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一起站立。神给我们就是真的是相信他是给我们有全能力量的神。我们要发挥神在你身上当中啊，小孩子，耶稣说，他要在婴孩口中，在婴孩的身上建立什么？能力，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也可以，你知道吗？这些小朋友这样说，我们有没有稍微汗颜一下？弟兄姐妹，不要忘了，神给你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恩赐。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大能的神，阿们吗？不要把神的能力隐藏起来，好吗？神要透过你做更大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宣告说：神的话语、神的能力充满你，就蛮有能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我唱，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是上帝最满有的力，有耶稣的世界，我要去耶稣里面，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摩西永流万有的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我想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将荣耀归我们主，好吗？我们一起，请坐，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所以欢迎属他教会陪餐者，就是你有承认洗礼、坚信、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的恩典、慈爱、怜悯跟他的赐福与你们同在。请我们一起来注意听主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有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吃完了，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当我们这样行，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也这样祷告，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他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照你的命令纪念你，想起你的话语，你的全能透过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也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愿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充满，胜过死亡权势的能力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就拥有这样属天的能力，靠主得胜，靠主能够捆绑一切不属神的这样的一个搅扰。愿主透过你的话语，透过饼跟杯分别我们为圣，也成为你赐福这世代的管道。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请长老来服侍。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你暂时不接受。如果你已经受洗了，你可以拿起饼跟杯，自己向神来祷告，求主的大能充满医治、供应、赐福在你的当中。你可以跟神有美好的这样的连线啊，由神施恩赐福在你的生命。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所以我们吃这饼的时候，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来舍命救赎我们，成为我们得救的管道。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的约，是一个新的一个恩典。”所以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们主为我们流宝血，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当你拿到饼跟杯，你自己祷告，有病痛的主，你自己来祷告，主医治的大能充满。你要得产业，主啊，透过这样，你已经胜过死亡权势，你是使无变有的神，所以求你来供应下来，你使那个死的生命能够复活，给我们有产业。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的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当我们这样做，这样祈求、祷告，主的同在就从今时一直到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主耶
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血所设立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们舍。这是基督的血，为你们而流。那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是还没有拿到这个饼跟杯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是新约，是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用感恩心来回应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力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宣告。主有你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勇敢站立。有你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不再惧怕这些黑暗的权势。谢谢耶稣，
赐生命给我们。谢谢耶稣打开一条永恒的管道。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的权势，这样复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永不改变的慈爱护卫着我们出入平安，也让我们灵里面真正得安息。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回应你的呼召，成为你喜用的器皿，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弟兄姐妹。